里有写着不必要，可那一页正好是心脏的位置。纸边还留着温度，却被表示为错误。像呼吸被编辑，只剩下合规的幅度。他们说版本很多，却只播放其中一种，剩下的都被归类为情绪过重。真相被压缩成主角，语气必须平整，任何战斗都被视为不冷静。声音卡在喉咙，想让人上锁，没有错误讯息，只有拒绝存取。系统显示一切正常，世界却停止回应。不是我无法说话，是频道被提前关闭。如果审视需要审核，那谁来审核沉默？当所有空白被允许，呐喊反而成了过错。每一次试图解释都被当成动机，于是沉默成了唯一安全的语言。不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就能被理解，只是再多一句都可能被再次删减。心跳超级空白处，想不回那一页，可纸张早已被撕走，连痕迹都没有。我在不存在的段落里反复校正自己，只为证明曾完整的活过这一秒。压力突然分摊，文字开始分级，被删除的段落集体回归。他们不是为了边界，而是拒绝消失，每一毫被抹去的呼吸都在倒数归期。故事重新站起来，拒绝只剩摘要，完整本身就是最终的指控。你说这不够体面，不适合被保存，可被切掉的真实才是最原始的声音。如果是留下你想看的，那不叫记录，那只是重复播放同一种角度。我不再请求修复，不再等待批准，因为存在本身不该需要备注。你可以删掉句子，但删不掉真实。当空白开始说话，世界必须听见。你可以封存过去，却封不住时间。所有被删除的段落正在重新排练。最后一页。